今仔日是咱的教会特别关心咱的教会学校纪念主日我想爱大先爱请阮的董事长赵明灿长老来讲几句请安的话。兄弟平安。今仔是教社主日，所以咱有请咱淡江中学咱所有的姚校长，甲所有的小学的老师，伫遮来大家在见证分享。特别我代表淡江中学伫遮来大家请安甲分享吼。我伫2年多年前受咱教会推派到中会，然后受选伫淡江中学做董事吼。顶年吼莫名其妙叫人选做董事长吼。今日要来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淡江中学是伫1872年3月初9，咱的马街博士就业的是迄个纪念日，迄个日，正做淡江中学的校庆3月初9，这是要大家知影1872年吼。总是伫马街博士的独生囝该树廉牧师伫遮来创立的，伫1912年来设立这个学校。总是伫1912年了后，伫2年了后，1914才正式成立淡江中学。真侪人讲我都无读淡江中学，咱去做淡江中学的董事长。我大家报告，因为我的阿嬷就是淡江中学1912年头一届的1号毕业生。我妈妈嘛是淡江中学毕业的，所以我甲淡江中学嘛是有淡薄仔渊源啦吼。因为咱伫姚校长甲所有的教职员工的努力下面，即马淡江中延续2000，将近要2800的学生，尤其特别伫小学已经创立超5年，伫2007年来成立，每年拢1班，到现在开始2班，明年今年已经有6年吼，6年生，所以明年就毕业生嘛吼。淡江中学检测大家真知影，拢是音乐真牛。音乐真牛，体育嘛袂歹，橄榄球嘛袂歹。总是大家可能毋知影，伫小学内底特别的是就讲双语班，咱的英语真强。特别到是小学3年的时，每一个囡仔拢会当讲英语，拢讲得真顺。特别伫4年的时，会当用英语的想法来表达英语，毋是用咱台湾话，也是用国语北京话说的，用北京话来讲英语。所以伫因的双语班是非常的成功。检测咱若无去看的人毋知影较像真成功。今仔日有小学的老师伫遮吼，当然因要分享是台湾话甲国语的诗歌，毋是英语的啦吼。伫遮特别就是讲要来大家介绍一下，讲淡江中学伫顶年，咱就成立一个起好一间大楼，经过所有的会友来赞助，所以当地成立，所以伫遮特别要来甲大家说多谢。这栋大楼咱就叫做纯德堡小学，纯德堡大楼，就是专门互小学用的吼。真无简单的一个大楼，伫遮要来大家说多谢。上尾一点要大家报告讲，淡江中学毋是属倒一个中会，嘛毋是属北堡大会。淡江中学是属上帝的，是咱每一个人的学校。以上报告向大家报告，谢谢。真多谢咱的淡江中学的董事长互咱知影吼嘛咱伫祈祷中常常为着即间学校来祈祷。我有感觉双联教会是相当特别。我对今仔日的事会林长老的祈祷，较知影讲，伫祈祷中也特别纪念高俊牧师有创立一个国际幸福家庭，对无吼？所以关心家庭，关心学校，佮关心社会，哇，这3项拢足要紧，足要紧。代表讲，咱的教会是真多元，真侪方面咧关心，这上帝的确祝福满满伫咱的中间。头拄董事长有提起讲，因为小学的创办无够教室，有起一栋纯德堡的教学大楼，伫去年6月来落成。去年的时阵，纪念主日，阮有请校长来。个管弦乐来，个请巴乔老师班，为着要募捐所以大阵仗，安尼真侪人来，真正是全台湾的教会，咱双联教会上出力的，伫遮大家说多谢。今仔日阮的校长、姚校长专科嘛来参加礼拜，实在是对心底讲，要大家说多谢。双联甲淡江不能够分离。我要用一个例，我问阮的主任主凯林主任。
有没有双联幼稚园的学生读纯德小学？有是只有1年级还是2年级？每年级都有，每年级都有。你看，每一年级拢有咱双联幼稚园的比较。我再问你，明年毕业生有没有？有，也有。好，所以每年就对了，每年有咱双联幼稚园要纯德小学毕业。我有咧期待讲第一届毕业生上宝贝，上宝贝。问这个学生后来有人会当做学校的老师、主任。我底下教伦理课讲，以后你们就是要接这个棒子，要当老师，也有人要当牧师，也有人可以当校长。安尼讲对不？对啊，爱对，互世界对心内真充满了愿望。今仔日我用士师记第7章。要甲咱来三个来说，上帝开这种的想法，这种新的想法，要相济，毋是人愈济愈好，讲人伤济啦，人伤济，你去甲宣告，会惊死的，倒去。我无讲无代志，讲一个1半以上的人拢倒去。上帝讲，还佫伤济，无我要来试看觅，后迄落已经伫。前线要烧钱啊！佫伫遐咧台考试啦，要考试就伫恁兜考试，伫恁未出来烧钱的时阵，伫遐选人考迄落来考钱。上帝考试竟然考试是用啥物课考试？毋是考牙骨动啦，我牙齿咧，毋是讲我有力通去扭啦，毋是啦，也是讲比武，毋是啦。讲考试考啥货？考啉水啦，考啉水。上帝较用啉水，咱大家逐日拢爱啉水。用啉，毋是讲你啉上济咧，毋是，是啉水的姿势呢。啉水的姿势，上帝较安尼。来为咱双联教会是全台湾长老教会算人上济教会啊！人多好做事，人济，我今仔定宣讲，上帝讲人济伤济啦，毋是即个意思。我今仔毋是讲哇，双联教会上济爱分较一间教会，毋是即个意思。咱来想，耶和华你逐基甸讲人济是啥物意思？头一个，伊伫遐人讲，我袂当将米甸人交入你的手。即句话就是讲，耶和华是历史的主宰，耶和华是征战的主，征战的主。上时，耶和华讲。行了，恁若贪赢，袂记住我。耶和华爱咱会记住，上是耶和华爱咱常常掠伊嘴宽夸口，毋通夸口家己的戆。所以，伊就讲，你就去宣告，既若惊吓论的人，通倒转去。但即站会记载重点，耶和华就是咧考验基甸啦。表面上看是咧。即群人3万几个人，耶和华讲你去宣告，会惊通好倒转去，其实是咧考验基甸。咱若读和合本也是白话字吼，我较爱安尼，因为头一句话有安尼写。新翻译的圣经，他拄啊新译本头一句话讲有一天，基甸甲所有军队伊个人透早起来。若和合本甲白话是毋是安尼写哦？伊安尼写，伊讲。基路巴力就是基甸，基路巴力，基路巴力是啥物意思？伫第6章的32节，基甸受耶和华差遣去甲米甸，将米甸的巴力的偶像拆毁，来斩做火柴，来烧，然后佮起另外一道坛，伫遐献祭。这叫做基甸有这个特别的见证，众人就来号一个名，你的名叫做基路巴力，你就是战赢巴力的这位基甸啊！来为什么伫第7章就爱写这句话？过去你捌征战得胜，无代表现在你征战会当得胜。迄项代志了后，上帝神降临伫基甸，基甸就呼召一人来军队，伊要甲米甸人相战，来脱离
米甸人的手，因为因伫米甸人的手极其困苦，极其艰难。总是当这阵人来军队以了后，伊说啊，较真侪人来，啊头前路要安怎行？真正要互伊带军队招进的时，伊说都要轮呢。所以伫地人想尾啊，基甸伫遐问耶和华讲：敢真正你爱我带这阵人去烧战？啊无安尼啦，明仔载透早起来，这堆羊毛吼，互伊澹漉漉，拢有露水，四周围的稻草拢干枯枯。已经带军队来到伫前线，还搁咧问上帝讲：敢有影你爱我带伊咧？敢真正的嘛？上帝二话不说，互伊过日透早起来，羊毛澹漉漉，规面淌水。基甸搁听，上帝啊，你莫生气，你莫生气，搁再一遍，搁再一遍。明仔载倒变，羊毛干枯枯，啊，四周围稻草拢好澹漉漉。啊，靠有这种领导者啦，靠有这种将军啦，所以伫第7周的是一个开始，基路巴勒，你已经袂记起，你是甲巴勒相战得胜的这位领导者。有因为安尼真侪人军队你今仔日真正有这阵人军队你的时，你伫遮摇旗抡的，无法度通过进前。其实，这站的圣经上界要紧是咧考验基甸。基甸，你用什么款的态度？你用什么款的方法？你用什么款的口气来对百姓讲？见那抡的惊吓的人，通倒转去。另外，你我咱大家拢有机会做上帝采用，你我大家拢有机会伫一个团体人中间做领导者。领导者敢毋是爱真有信心、真有勇敢、真有愿望、真有德性的愿望，真有对将来充满荣耀迄种的确信嘛？基甸嘛会当讲。恁中间等者真正迄烧钱是真正烧钱的呢？啊，你我拢会受伤，所以若惊死的吼，惊受伤，拢通个转去。你想基甸安怎讲？基甸袂晓讲两项代志。头一项，伊袂晓讲，早前无几工前，上帝的神安怎降临伫我？上帝安怎找使者来？甲我讲，上帝拣选我，伊要的确要甲我伫地，伊要互我有气力通带咱大家做伙来征战，脱离米甸人的手。这个见证伊袂记起啦，伊嘛袂记起上帝通过伊打败巴勒，嘛袂记起啦。伊嘛袂记起伊的百姓伫米甸人的手中极其困苦、艰难、受压迫。那伫咱来看第6章。第7节、第8节，以色列人伫米甸人的手中极其散车困苦，就哀叫耶和华。袂记起啦，做一个领导者，上惊就是伊袂记起，袂记起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伊，袂记起上帝的神安怎降临伫伊内面，伊嘛袂记起上帝的使命伫伊内面，互伊对头前充满了意向，充满了愿望，伊嘛袂记起伊的百姓。生活伫困苦的中间，伊即个时哪像3岁囡仔做传声筒，耶和华讲会惊吓恁的人通转去，啊，就耶和华同我讲，你若会惊吓，恁会通过转去。今仔日基甸若是充满了信心、愿望，一个有信心的人，伊就有舞台；一个有信心的人，伊就活得真自在啊！我了真自在，一个有信心来，伊就充满了愿望。头前是上帝所给我的机会啊！咱最近拢会去看伦敦的奥运运动会。咱知影台湾第一个得到奖的就是杨传广。上帝给我有机会，伫2007年伫1月，伊过往了的是咱的奥运委员会要为着伊。举行追思礼拜，因为伊的夫人人全家拢是信主，就奥林匹克委员有人来找我，讲蔡牧师，你是毋是会当为着杨传广来
举行一个追思礼拜，国家出面，你就去筹备。我是讲，我会当找，就是当时的总会议长拄是张英华牧师，所以我就请伊讲道。咱的林口体育大学的校长周宏士长老，嘛是咱教会长老，我就请伊师会，就安排。总是真侪人来问讲，杨长官敢毋是去起庙？杨长官敢毋是做当机？较会教会咧来举行伫倒位？2007年的2月初9伫这廉的教会，阮伫遐举行追思礼拜。当时阿扁总统嘛参加，谢长廷真侪政要的人拢参加。大家拢咧问讲，即个人大家都知影伊咧起庙拜拜，较会伫遮咧举行追思礼拜。我就甲张永华牧师讲，咱今仔日透早吼，若拄着伊的太太的时，头一句话爱问啥物话，你知影无？问啥物啊？你丈夫有没有受洗？对无？是毋是安尼？无说咧，迄是恁家族拢基督徒，为着要纪念，所以叫阮来。讲有。他在临终的时候，阮全家甲阮的家人，带一个倒转来的信仰。这第一个我问了。第二个，阮来问讲，为什么你敢要结婚的时候已经是基督徒开拢走错去了？伊甲我讲这项代志，拄我今仔要甲咱讲。1970年了后，咱提出联合讲，咱伫国际无运动的舞台。对无？到1984较有啊，做一个真杰出的运动选手，后来要做杰出的教练的时阵，伊要真正训练伊的选手，有一个队伍着急诊，当时急诊到迄讲伫墨西哥了嘛无啊，一个人无舞台的时阵，伊就毋知伊头前要安怎行，迄个舞台的背后就是信心。因知伊人生头前要安怎行，伊个倒转去伫大当的故乡起庙。两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搁倒转来看这站，正以色列百姓，敢毋是伫哀求耶和华，求你怜悯，求你春大开咱的手帮助阮。但你已经互我有机会，阮也已经有3万几个人，虽然对敌是10万外的大军，总是阮3万几个人是真当心徛伫遮。阮嘛的确会当看到耶和华为着阮，伊甲阮三个弟弟。另外，什么叫做信心？伫神的内面，咱确信上帝听我，上帝特别敬赏我，伫众人的中间，互我有真特别生命的经验，看起甲温顺。这个特别。无一个人会代替我，无一个人会当代替我。这种的特别，我看去，我应该有真健康、真正确的态度。抑个上帝，因为你这种好听，我甲你的关系，你互我对内心有迄个满腹的热情，通面对你所互我的使命的时。检查有拄着侪阻碍，有拄着侪困难限制，因为这种的态度，甲这种的热情，互我会当搬过遐个完成你的使命。咱伫这站的圣经士师记第7章，看袂到基甸有这种的信心。两位兄弟姊妹，我真欢喜看到咱的教会明年要迎这100岁。咱有几个项的行动，是别人咧闹热咧参与，总是其中有一项，我今仔来较知影。这项我第2落地啊，就是这啦。这知影无？100个圣经才偌好呢！教会广播嘛有印一本互迄100块，这毋免啦，这免100块啦。你摕到了，你安怎来上帝祈祷？你安怎啦？上帝立志，你安怎啦？上帝誓约，你安怎伫众人面前宣告？不管你年岁几岁啦，你若是属伫这间教会，你若是认同这间教会，要做伙迎接100岁的时，你有同齐骹步无？
今年过偌济，我有机会去罗东教会做礼拜。教会一本大本的圣经是兄弟姊妹为着影子，教会说教既然咧写的。后来我较知影讲，什么人带动？最少有2个人带动，一个是牧师妈，牧师妈嘛是牧师贵牧师就对。搁有一个老嘛袂使讲老，87岁还阁算少年，骑铁马来做礼拜，热场了。但我讲，我有咧写，啊，我毋是写汉字，我写日语的。87岁日语的圣经对头到尾抄一遍。认为基督徒就是面对上帝，互咱活地的时刻，咱不断地宣告讲：我是上帝所疼的囝儿。伫头前的路，你有互我使命，互我恩典，互我责任。我真期待伫迄日子一天，伫我这个生命的过程，体会到上帝你甲我伫地。虽然有挑战，虽然有困难，总是我真欢喜。到第一天，我体会到上帝你甲我伫地，你帮助我。来，阮兄弟姊妹。新的思考就是你甲上帝满腹的信心，伫新的内面，甲上帝亲密的关系，你就做个新的看见啊！你有安尼较信啊无？有了信心，你就有看见。咱今仔日为什么来做伫遮做礼拜？伫做礼拜中间，搁再一遍调向上帝。上帝啊，伫我的生命检查，我有跋倒，有软弱，有亲人死讯。有生理失败，还是婚姻失败，还是工作失败，还是做人失败，不要紧，上帝啊！因为我搁一遍宣告讲，我是你所疼的囝儿，伫我的生命内面，你的确要甲我伫地，你的确伫我的生命有你好的业力。为新的思考就对这种的信来开始啊。第二方面，我要甲咱三个来想，就是新的思考不断。上帝咧，带你考试啊！大声咧考试遮个人，会考试基甸，你安怎宣告？啊，咱就知影基甸咧宣告无及格啦，无毋免摇我，就讲我个为着你来带因考。这足无民主的呢。比如来讲，小学老师咧带学生考试，考了，校长讲无满意，你拢莫出题目，我校长来出题目，我要来带这学生。考试，安尼，朱主任，恁有民主无？无民主啦。潘淑龙，你有民主无？嘛无民主啦。小尹熙，你有民主无？嘛无民主啦。军队是我咧带，啊，都要烧济啦，3万几个剩1万个人，也我讲，啊，搁烧济啦。我为着你哦，为着你，讲真楚，我为着你基甸要来带因考试。换另外一句话讲。伫咱的人生中间，咱不断会去经验着上帝用真侪种无共款咧，甲咱考试。有当时咱无意识，咱毋知影，咱感觉真顺，啊，这也无所谓，这嘛无啥要紧，这样其实上帝通过啉水讲咧，甲咱考试啦。咱若知，要知我嘛比一个姿势较好咧，毋是？基督徒毋是咧展现你的形象。基督就是你生命自然的流露，你的活命真自然的流露，毋是我来到教会较真虔诚敬畏上帝，伫我的生命内面，我就是真虔诚咧敬畏上帝啦。但伫试验的中间，咱知影以赛亚第30章底讲，上帝用艰难、用困苦做饼做水咧，互咱啉。若无这个艰难，这个困苦。咱常常离开上帝。先知以赛亚讲，当你拄着艰难困苦，你的老师无离开你，你也得甲要听到声音在你讲，正边倒边。伫这个时代，你知影要安怎选择行头前的路？另外遐弟兄妹，这个时代是太济，互咱选择。有当时咱毋知影要安怎行头前的路，艰难困苦。另外遐弟兄妹，咱。一帮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看到这选手，有诶，互咱真感动，因为拄到这个代志，对咱是一个真大诶激励，真大诶激励。咱毋是伫遐咧算讲金牌对几块银牌几块，伫咱诶生命中间，咱就去体会着这个选手形成诶过程，迄种诶艰苦啊无。今年咱台北上热诶日。
7月40，7月40，下早时11点外，迄一下晡我感觉足热足热，有够热，我就想讲啊，我爱去一个所在。我迄个早人伫学校，我开车迄个晡3点外，拼去景美女中。我去景美女中创啥？看啥物货？看美女。景美女中看啥物人？有人知影无？景美女中啥物货？拔河队伫操场咧练习外的拔河，后个月要去瑞士比赛。迄一日，我摕一张教会公布台，我看的报纸，我影因讲。恁拢是拔河的勇士，恁伫室内摕过世界冠军，才要去比室外，恁拢是拔。总是我真希望恁家己为了头前，我要成做什么款的拔河勇士？你要成做一个真谦卑的拔河勇士，真有感谢的拔河勇士，真有疼心的拔河，恁家己就去做定义。后来我就摕我的手机簿仔讲，我要问，恁中间对几个人对灾区来？对灾区，因为我对保利基督教朋友来，所以我讲对几个人对保利基督对保利来，结果7月40，迄一天拢总有9个人，但我签伫遮9个人，灾区的囡仔，轻食苦爬起来，过2天7月12，台湾的报纸佮报。架先88水灾区的甲仙国小，无拔河鞋，无拔河道，拔河绳就搁去拔树呢，伫遐练得到全国第2名。为什么苦难会互这个囡仔想要爬起来？因为苦难一条绳啊，大家连做伙时，会互咱有真侪感动啊，有咱真侪感动。其他伫咱的人生的中间，若是拢一帆风顺，你无啥物故事啊，你也无啥物记忆，就是伫你的生命中，你有拄着挫折，拄着挑战，拄着亲人离别，也是你生理工作真正方面，你着安静来想，然后伫这个过程中间，上帝安怎引导我经过？我确信，上人教会。100年的庆祝，这100年来，嘛有拄着真侪试炼甲艰难。上帝安怎伫迄个历史的时点，安怎引带咱经过啊？但讲中国也犹原是共款。所以也我讲，我要为着你代志啊，为着你代志，上帝不断的代志。当你我大家活伫这个世间，有会拄着真侪试炼。咱做牧师、做中职、做团契会长，咱就互相激励，来加添咱的信心。所以这帮奥林匹克的主题，用激励这个世代 ，inspire a generation， 激励。我确信，上人教会伫这前半年来，面对赢这100年时。咱有真侪通激励的代志啊，毋是讲我真敖做代志，就是伫咱的生命内面有真侪见证。今仔是教社主日，我也捌伫总会教社参与侍奉，我听到咱的玉和长老有讲到咱的教会关心原住民的传教者，关心灾区的教会，去关心真侪方面，真正伫听祈祷中间，特别也为着社会公义制度祈祷，相当的水。相当的是，教会会面对这些挑战，但伫这挑战中间，伫生命内面安怎真自然？伫咱咧流落上帝，互咱咧听稳定的心，毋是讲我真厉害，我真硬，毋是，是我真互咱感觉，这个人站起来，就是上帝所听的囝子，就是上帝同在，上帝满有能力伫伊心中迄种的形。所以我就是要讲第3段。为什么上帝拣选啉水，毋是迄个趴伫遐咧啉水，也毋是跪伫遐咧啉水，是迄个站起来、手捧起来咧啉水的人。圣经解说讲，这300个人无被其实，因是耶和华的军队，面对对敌，
因警醒，头壳举起来，就互我咧啉水，就因目睭嘛咧看头前所发生的代志。中文有一句话叫做得意忘形，嘛有一句话叫做乐极生悲。袂记即家己，我现在上帝互咱啉水，啊，煞袂记即讲，我这是伫前线呢。因为我是举古董拔河出身的，所以我用古董做例。咱即帮摕银牌的古董许小姐对无？我想你会当伫报纸看伊举古董的姿势。即两个教练，搁一个陈世杰嘛破纪录。传奇的即两个教练，拢是咱教会一个长老囝，一个长老。教练拢是我好朋友。拔河真要紧，就是腰直，头壳举起来。你要举重，袂使头壳勒勒听好无？勒举无当，腰无直，你体力的重心，甲你身躯的重心，你抓袂着，就上免想要举重。圣经的内面，约翰第8章有记载，耶稣腰落去伫土骹舍里，然后腰直起来。腰背直起来，然后两边讲，腰落去，腰背直起来，讲啥话？恁中间搭一个无犯罪大生，安怎用石头来顶？搁另外一个讲啦，搁按落去腰下，搁腰搁背直起来，讲啦，遐个人伫倒位？我无搁定你的罪，对他了后，你毋通搁犯罪。腰背直起来。头壳举起来，咱来用国语叫做抬头挺胸啦，对无？抬头，腰背直起来，头壳举起来。你靠我都看清楚情景，你靠我都面对你的方向，你靠我都背当的十字架啦。腰直起来，上帝就是咧看你平常时的生活，是毋是一个腰直起来？我这毋是讲，我知影咱上年代还有头拄几个入来，透早安尼9点外入来，已经腰只骨所以我毋是咧讲迄个。身躯的束腰，我是讲你内心的腰有直起来吧。最后，我用金美女中来做见证，因去摕世界冠军。2年前，因去比赛时，所有队伍上少年18岁，人拢20外岁。所有队伍上矮，咱上落的107公分，后迄个150几公分，人迄个180。所有队伍。咱上轻，因为要出国比赛前3个月，临时来宣布讲体重调整到540公斤，8个人本来480，所以这选手一直食8个女生食60公斤，肥，讲这种选手要去人拼世界冠军啊！高中生，其实是咱淡江出去的，练无几年，人拢练10多年。拔河是溜4公尺，犯规3遍，迄场就输。所以到冠亚军的时，举神拉起预备开始，就互中国救去。到冠亚军的时候，中国救。我无拍算溜偌久呢？溜4分30秒，输啊！4分30秒是长还是短？你讲啦，你拔河有4分30秒是长还是短？那台湾话形容讲夭寿长啦。伫高雄4分都无救到4分钟啦，3分10几秒尔，4分30秒。好来，过来就是看教练，教练安怎讲激励话？教练把选手靠我来。第一句话，我认为上帝神伫伊内面，第一句话来讲，我们还有2场要战。这个有真要紧无？安尼代表等者迄场爱赢输，爱赢。好，我们还有力量，他们已经没有力量了。这句话有要紧无？我们还有力量。教练，你也不落去叫你，你有力量。教练有，因为我有看到，平时练习的时，游超过伊体重游偌久呢？游6分钟。毋是游1遍，游10遍，游10遍。你若500公斤，55、600，游10遍，游6分钟。意思讲，平均比赛差不多2分至3分，我大概游加倍，要赢人就爱赢加倍啊。所以第2场比赛，举神拉紧预备开始，嘛是输啊！
有到3分15秒，是啊，有到3公尺，有到3公尺50公分，剩最后50公分，因游袂过啊，一变犯规，两变犯规，最后迄个安卡面第8个手拢拿你用安尼啦，安尼叫做十指扣了，啊，身躯拢指落去，啊，裁判一个把好时手爱nghiêm安尼，后尾就手用安尼来指了，旗啊拢压起来，比台湾胜利，台湾胜利，伊话对不起啊！你来想想讲，第一场就输啊，啊，第二场就输啊，剩输啊尔，就要输啊！你看迄种的姿势，腰有直无？姿势有水无？啊是输啊，输到北骨才就好你啊！无。第3场，这个队长就举旗啊起来，大声喊：“台湾加油！台湾加油！”话台湾加油有没有犯规？没有。啊，因有介意听，迄因兜的代志。嘿，咱话咱咧有精神的，举身拉紧，预备，开始，各方游。游偌久？游2分半，游2公尺，因已经游袂叮当。咱知影若无力的时，会温落去对无？坐落去嘛犯规，苦落嘛犯规，人甲人碰着嘛犯规。啊，你若看哦，你若看迄个pitch球哦。这边是输哦，这是输的姿势拢真水哦，拢无落落去哦。啊，这边是赢哦，啊赢拢落落去，啊，都游袂行，拢落落去，啊，拢稳落去，啊，拢拍甲球落去。啊，台湾1次犯规，2次犯规，3次犯规，台湾胜利。我无你想象这个画，这个画面啊。台湾有一句话叫做“输输啊赢”，有无？捌听过无？圣经有这个话无？有。哥林多后书第6章，表面上看是死，却是活；表面上看是安怎善策，却是不有；表面上看是软弱无人知，却是大家拢知。信仰拄拄是安尼。咱咧看他多迄幅图，这个人腰是直，虽然表面上看阮是输，总是阮的内心是安怎？坚持赢，另外下弟兄们，什么叫做新的时刻？就是伫信仰内面，咱互相激励，面对上帝，互咱做挑战。咱也真有志气，讲我是上帝所听的囝儿。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万关能的上帝，你想说阮上人教会有做温素灾前，兄弟姊妹也真担心，伫牧师带领下面。中心也真协力，教会有做事工的进展，真侪正教会的模范。淡江中学也因为安尼得到福气，也有做相连幼稚的学生来到伫阮淡江的小学，完全望通过安尼，相连教会甲淡江更较有亲密的关系，伫互相带导三体下面，无论伫学校也是教会。拢有缘为着上帝你做美好的见证，愿安尼感谢恳求，